你叫咩名啊？我名叫係加薩利，你今年幾多歲？我係29歲。你結咗婚未啊？未啊未結婚，你係咪信回教徒啊？Muslim 啊？ ，Muslim。咁你之前有冇去其他地方做嘢啊？我有啊，喺邊度？我喺台灣2年，跟住咧係新加坡4年。而家喺香港做幾多年啊？我係2年。2年。老闆住邊度啊？老闆住係 Kennedy Town。OK。咁老闆屋企咧有幾多地方啊？我有2個地方，跟住咧有一個洗手間。有幾多人喺屋企？我有3個人。3個人係邊個？我先生，我仔仔，跟住咧 BB 幾多歲啊？啱啱出世 BB 係嘛？係啊，新 BB。咁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你每日幾點鐘起身啊？我起身7點鐘，跟住咧我洗面，跟住咧我清乾淨屋企，跟住咧咩嚟㗎？使唔使同 BB 沖涼啊？要啊。跟住做咩啊？使唔使幫 BB 餵奶啊？係啊，幫 BB 餵奶，跟住咧煮餸。晏晝飯煮餸。係啊。俾邊個食啊？弟弟食啊。弟弟食。係。咁你使唔使去街市買餸啊？要係。幾點鐘去街市買餸啊？4點鐘。4點鐘去街市買餸。餸。咁平時咧係咪你負責照顧 BB 啊嘛？係啊。弟弟先生有冇翻工啊？有啊，翻工。有冇翻工？係。咁你多時 BB 瞓覺咧可以做啲乜嘢啊？燙衫，跟住咧又清乾淨屋企，或者呢個抹床，跟住咁樣。即係 BB 瞓覺先你可以做嘢係嘛？係啊，可以做嘢。咁你夜晚幾點可以食飯啊？等弟弟翻嚟先食飯啊？係啊，弟弟翻嚟先食飯。幾點鐘可以食飯？8點鐘食飯。係。好。咁幾點鐘可以做晒啲嘢啊？10點鐘。10點鐘。係。咁你幾時可以休息啊？休息呢個10點鐘。10點鐘休息。係啊，休息。你係咪同 BB 一齊瞓覺啊？係啊，一齊瞓覺。 OK，唔該晒嚇。唔使。